近百年嚟，我哋一直嘗試與別不同嘅投資策略。公司以私人合夥模式營運，令我哋能夠專注喺客戶嘅長線投資目標之上。我哋建立咗由創新投資團隊組成嘅環球網絡，致力協助客戶喺複雜市場環境下掌握明日嘅投資機遇。正因為咁，我哋跨越投資領域、資產類別同地區攜手合作，反思傳統投資理念，開拓未來嘅嶄新路向。匯聚多元卓見，正正係威靈頓投資嘅精髓所在。Welcome to Wellington. 威靈頓投資管理，投資在於獨到觀點。